羊也有。哎，棒棒。刚吃有点。我是喜欢。让我呼吸一下。是说我们私底下在讨论剧本的时候，我们都顺便练习接吻了，所以其实刚刚一切都是装出来的。我们害羞了。跟谁练习？跟你啊。不是我。都可以啊，就是社学长，太多了。我很认真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拍戏就是要这样。这种就是以假乱真，以真乱假，假戏真做。不过我老实说，我个人觉得接吻这件事情，拍戏的比起真实现实的状况，拍戏我真的比较害羞，太诡异了。还在雨里，无法离去。